Zaten saklı yara. Eyvah. Öyle olsun. 现在，咱这你这给个都，你还يحضر أنا ده، دو حمتول دارا，你多那什么不加问你呢？照顾就是止血了，就حمتول دارا，那是说就个包都，一旦نحترم نحترم，أشتكي بكير نقال كده。我们在斯嘎党部落采集2公斤的3个，分别为叶、茎与嫩茎，进行以下实验。植物多糖体是许多天然药物中有效成分，具有显著的生理活性。植物中的种酚含量与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通常与抗氧化作用成正相关，因此本实验用此方式评估萃取液的抗氧化能力。另外 ，NTT 实验可用来评估药物对于细胞的增生或抑制有无影响。本实验用此方法进行探讨。最后，利用 ECIS 电烧模拟伤口，及时观测电极上细胞的变化和修复。细胞刮盘实验结果显示，使用3种部位3个萃取液均可有效缩短伤口距离，其中又以高浓度叶部萃取液处理组具优异效果。伤口修复实验结果显示，3种部位3个萃取液可加速细胞的迁移速度，进而达到促进伤口愈合的效果。实验最后也产出由3个的叶、茎、嫩茎等萃取液制成携带方便的体验药膏，提供给部落族人试用。期待能够将德鲁古的生态智慧应用在部落生态旅游的服务上。